歡迎大家嚟臨長者安居協會齊心護老送平安2026誓師典禮，希望動員社會各界嘅力量，探訪600戶獨居及雙老嘅長者，以實際嘅行動連結社區，同時亦為一線通平安鐘慈善計劃籌款，令到有需要嘅長者可以免費獲得24小時全天候支援。齊心護老送平安呢係一個溫暖而且又好有意義嘅活動嚟嘅。佢唔單止展現社會對長者嘅關懷啦，更加係一個由社區、義工同埋商界3方面攜手參與嘅行動。多謝我哋所有嘅團體、企業、學校，你哋出錢出力，為我哋今次嘅活動呢係帶嚟好多嘅希望。長者安居協會一直同社會同呼同吸，結伴同行。齊心護老，天天平安。齊心護老送平安。2026探訪及籌款行動，為一線通平安鐘慈善計劃出分力，齊心護老，天天平安。